到现在还不能张开嘴巴在国际上讲话的事情，这个痛不痛苦啊？这些位，这些其实是台湾人有空，他们会台湾人，然后应该要再帮他们。无人比，讲一个好人，心内的花真前开。讲一个好人，梦中的歌轻轻唱。讲一个好人，祈祷的声天明传。讲一个好人。世间团。